在我们的生命旅途中，总会遇到各种人、各种事。有人走得快，有人走得慢，有人似乎光芒万丈，有人则平凡无奇。但不管身边有多少比较和喧嚣，我们都应该牢记，真正重要的不是别人有什么、做了什么，而是我们如何选择生活，如何活出自己。幸福从来不是比较的结果，而是内心的满足与安宁。比较带来的迷失。小时候，我们或许因为考试成绩与同学比较，心中滋生羡慕与自卑。长大后，我们又会因为工作、收入或生活质量与他人相比，让自己陷入焦虑和不安。这样的比较看似无害，实则像毒药般侵蚀着我们的内心。越是比较，越容易看不见自己的美好，越感到自己不足。小玲是一名普通的上班族，她每天刷着社交媒体，看着朋友们分享的旅行照片、豪华晚餐和成功的事业，心里总是忍不住叹气：为什么我就这么平庸？她开始质疑自己的选择，觉得自己不够优秀。可是，当她偶然与一位朋友谈心时，那位朋友却说：我每天看到你分享手做烘焙的照片，都羡慕得不行。我也想像你一样，拥有那么多简单的小幸福。我们常常只看到别人的高光时刻，却忽略了自己的独特之处。比较不仅让我们丧失了自信，更让我们对生活感到茫然。真正的价值不在于我们比别人好，而在于我们是否忠于自己的内心，是否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。成功的秘诀，忠于自己。那些真正成功的人，不会将时间浪费在与他人比较上。他们知道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起点，不同的际遇，更有不同的使命。他们懂得，人生不是一场比赛，而是一场与自己的对话。著名作家村上春树曾说过，不是每个人都要去当第一名，有些人只是想做自己。他的作品风靡全球，但他从未想过要与其他作家竞争。他只是专注于自己内心的声音，写下他想写的故事。正是因为这份忠于自己的坚持，他才成为无数读者心中的灯塔。梅花不会羡慕牡丹的雍容华贵，因为它有自己的坚韧；小溪不会嫉妒大海的宽广，因为它有自己的静谧。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光芒，只要我们能够专注于内心，便能活得坦然而自在。专注于内心的修炼，摆脱比较的枷锁，我们需要学会倾听内心的声音，寻找真正属于自己的方向。这不仅是一种修炼，更是一种勇气。首先，学会接纳自己。无论我们是快是慢，是成功还是普通，都需要坦然接受。接纳自己，并不是安于现状，而是尊重自己的独特性，为自己的未来负责。当我们停止苛责自己时，才能看见生命的更多可能性。其次，学会感恩。生活中有太多值得感激的事，清晨的第一缕阳光，亲友的一句问候，努力后的小小进步，这些看似平凡的事物，其实是我们幸福的基石。感恩让我们拥有更宽广的视野，懂得珍惜当下，而非一味羡慕他人的生活。最后，专注于自己的成长。与其将时间花在与他人比较上，不如用来提升自己。无论是学习新技能，培养兴趣爱好，还是静下心来读一本好书，都能让我们更加丰盈和充实。每一次的努力都是为未来的自己积蓄力量。做自己，成为更好的你。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花期，无需急于和他人比较。生命的美好不在于我们是否超越别人，而在于我们是否能够成为更好的自己。记得有一次，一位登山爱好者分享他的经历。他说，刚开始爬山的时候，我总是看着别人，羡慕那些走得快的人。可是爬到一半，我的体力开始下降，越想追赶别人，越觉得吃力。后来我决定停下来，按照自己的节奏走。结果我发现，风景从来没有跑掉，我反而因为放慢脚步，欣赏到了更多细节。我们的人生也是如此。当我们按照自己的步伐前行，忠于自己的节奏，才能真正感受到生命的厚度和广度。放下与他人的比较，我们才会发现每一步都踏实而有意义。与幸福相遇。幸福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，它就在我们身边，等待我们用心去发现。当我们学会不与他人比较，专注于自己的生活时，幸福便悄然降临。就像冬天的一抹暖阳，幸福并不需要轰轰烈烈，而是藏在那些细微的时刻里，完成一项工作后的成就感，陪伴家人时的温暖，内心平静时的满足。当我们停止向外寻找幸福，
转而向内探索自己，便能拥有一颗自由而充盈的心。放下比较的重担，忠于自己的选择，生活便会回应我们以更多的温柔与美好。无论前方的路多长多难，只要你愿意相信自己，好好做自己，你便是这世上最耀眼的那朵花。所以，别再用他人的标准衡量自己了，因为你已经很好了。只要你愿意专注于自己，你就能成为那个值得骄傲的自己。